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6月初8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3篇第1节到12节，创世纪13章第1节到18节，彼得后书第2章17节到2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选择。亚伯拉罕是一位受到上帝呼召的人，虽然讲伊伫咧军队上帝迄个期间，伊并毋是一个100%完美的人，但是呢，当伫伊咧决心要来军队上帝迄个心志呢，确实是伫即个圣经内底一直互人感觉受到高度的肯定啦吼。除了希伯来书所讲，因为信心，亚伯拉罕顺服上帝的呼召，去到是上帝所应允要赏赐予伊的所在，伊就离开本国的时阵呢，并毋知影要去到伫倒位。这是伫希伯来书11章第8节的经文。更较值得咱学习的是今仔日的经文，创世纪13章第1节到18节所记载的迄个事件。因为亚伯拉罕甲伊的侄仔罗德，因为财产的纠纷，然后就决定要分手。一个身份是阿叔的伊，并无因为伊的辈分较悬，伊就想要选择。却互伊的侄仔先来选择，后来因为罗德选择到迄个真肥软却充满罪恶的地，亚伯拉罕选择顺服上帝的带领甲赐福。伫这个记载中间有几件代志，值得咱来去注意的。第一项就是辈分啦吼。真侪时阵呢，咱看到迄个社会新闻，只要家庭若拄着遗产的问题的时阵，就会看到有纠纷。通常在争论的是什么人的辈分较悬啦，就是讲大囝啦，什么什么人有优先的选择权，什么人应该得到较济。当然有纠纷，就是因为什么人也无要让什么人，逐个人拢是要争家己的辈分、家己的福分。但是呢，真正的基督徒所要学习的，应当是亚伯拉罕的生命态度。伊无掠家己的辈分较悬做骄傲，伊却宁可放弃优先的选择权，互辈分较低的侄仔罗德来选择。如果大家拢有这种的态度，真实的信仰生命实践的时阵，纠纷就袂会存在，敢毋是呢？第二项，选择权，看起来抢夺到选择权，就拥有绝对的福分。但是取得的选择权就一定选会到、选会好吗？其实嘛无一定啦吼。圣经的记载罗德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。起初外表看起来罗德选的改成得到便宜啊，但是事实上并毋是安尼啦吼。后来就发生因的全城受遭灭的惨淡的故事。第三，选择，咱头前有讲到，你选择什么，就会影响后果。你的眼目所看见的是什么？是利益，是更较济的遗产。亚伯拉罕伊选择来军队上帝，虽然伊毋知影要去倒位。亚伯拉罕选择要献以撒给上帝，因为迄是上帝所赏赐的。
罗德虽然得到迄个优先的选择权，但是伊的眼目只有看到迄个肥肉的好处。这种的态度也是亲像耶稣基督的门徒犹太共款。第四，福分。到底福分还是讲祝福是啥物货？是搁较侪财产，搁较侪的遗产，搁较侪的钱财吗？耶稣甲咱讲，都爱积聚财产伫天顶，毋通看重地上的财富啦吼。咱来看创世纪的记载，亚伯拉罕带着伊的母囝甲所有一切来离开埃及，北来走，进入迦南南部。罗德也对伊去。亚伯拉罕是富有的人，伊有真济的精神金银。后来伊离开遐，渐渐北来迁徙，到伫伯特利。伊当去到伯特利甲爱的中间，就是伊古早捌扎营过的所在，起造着祭坛的所在，伊就伫迄个所在来敬拜上主。甲亚伯拉罕同行的罗德嘛，有济济的牛、羊以及家己的家眷甲奴隶。因两家因为牛群、羊群伤过济，无有够大的所在通容纳，所以亚伯拉罕的牧人甲罗德的雇养的人常常冤家。迄个时迦南人甲比利洗人也搁住伫迄个所在。因为安尼，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讲：“咱是至亲，毋通冤家。你的牧人甲我的牧人也毋通冤家。咱来分手吧。这大片的土地伫你的眼前，你选倒正边，我就选倒边；恁选倒边，我就选正边。”罗德就往四围来观看，看见约旦国一直延伸到索尼的整个的平原。这个平原水源充足，好若亲像埃的田园，佮亲像埃及的土地。迄时上主也未毁灭索多玛甲俄摩拉，所以罗德选择约旦国的迄片平原，东来迁徙。因两个人就安尼来分手离开。亚伯拉罕住伫迦南，罗德住伫河谷平原的城镇，所以就伫迄个索多玛附近来扎营。索多玛人邪恶，因大大得罪上帝。错误选择会带来极大凄惨的结果。就算是拥有这个优先的选择权，咱得到伫约书亚伫要过身进前，甲以色列人讲的话讲，约书亚继续讲，恁着爱敬畏上主，真心诚意来侍奉伊。恁着爱除掉祖先伫美索不达米亚甲埃及所敬拜的神明，专一来侍奉上主。如果恁无愿意侍奉伊，那安尼今仔日着爱做决定。你要侍奉的是啥物人？是恁祖先伫美索不达米亚所拜的神明，还是恁现在所住阿摩利人所拜的神明？抵到我甲我的家，阮要侍奉上主。这是记载伫约书亚24章14节到15节的经文。亚伯拉罕选择就甲罗德完全相反。表面上，亚伯拉罕伫罗德选择了后，就摕剩落来部分，但是放弃优先权是伊的选择啊。圣经又搁甲咱讲，罗德离开以后，上主对亚伯拉罕讲：“
你要对你所徛的所在东西南北四周围来看。我要将你所看见的这片的土地，拢赏赐予你甲你的子孙。这片的土地要永远归属于恁。我要予你的子孙坐到无有人会通计算。人若会当算地上的沙，才会当算你的子孙。起来，你去行遍规片的土地，我要将伊赏赐予你。因为安尼，亚伯拉罕就收拾伊的长病，迁徙到希伯伦，伫万里的圣丘的附近住落来。伊伫迄个所在，为着上主起造一座坛。选择其实是无简单的事啦，吼！但是正确的选择却是非常重要。比如讲，这个人亲像高大的泉源，亲像暴风吹散的云雾。上帝已经为了因伫黑暗的深隐老所在，因讲天狂愚妄的话，用肉体的情欲来引诱遐个拄啊逃脱生活糜烂的人，因甲答应互人自由，家己却做腐败生活的奴隶。因为人互什么控制掉，就是什么款的奴隶。如果人借着认捌咱的主救主耶稣基督，对这个世界腐败势力的下面逃脱出来，以后又搁去用掠去，去用制服，这种人的结果比英国搁较歹啊！因知影有正义的道路，却竟然离开因所承受迄个神圣的命令。这种人毋知影有正直的道路就好啊。俗语讲了对，伊的情形亲像狗回头食伊吐出来的物，也亲像猪洗清气搁倒转去落雨尾顶悬来滚甲。这个提醒实在是足实在啦吼，虽然无介好听，但是却是实实在在的提醒。爱细致你所咧争，爱细致你所选择的，上帝才是你我唯一的选择。诗篇33篇第1节到12节，义人啊，就因为上主来欢喜；正直的人就称赞伊。恁就弹琴感谢上主，用10条弦的竖琴来称赞伊，弹互伊真水。就对伊唱新的歌，大声欢呼，因为上主的话是正确，伊的作为可靠。上主以爱公平正直，伊的慈爱普及全地。强抢对上主的话创造，日月星辰对伊的喙分得开作证。伊甲海水集做堆，甲亲淹收伫仓库。全地着敬畏上主，世间人拢着敬畏伊。伊一个讲宇宙就出现，伊一个命令万有就形成。上主互列邦的计无落空，互万民的计无失效。上主的计划永远袂变，伊的心意线到万世代。认上主做上帝，迄个国真有福气；受敬善做伊产业，迄个子民真有福气。恳求天父帮助阮伫生命的中间来选择这条救恩的道路，互阮会通伫圣神的引带下面，跟对耶稣行伫永生的道路顶悬。感谢基督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